惯有名词，你要大写，你若要大写有影，你若拍大写，哦 ，TO 台湾大学，哦，安尼时阵，迄个罗马字出来就会大写有无？台就会大写吼，啊，过来拍白话字，共款会当安尼扫码快打就对啦。汉字面顶有罗马字啦，迄读的就对啦。所以恁外国人会使看到汉字袂晓读，当面顶吼。所以伫设定的有影吼，设定的有影下骹有一个字形这讲了吼，搁一个自动显示即个伊拢会 default 甲你搞起来。这自动调整后转移，就是讲你拍过的字，伊本来伫足后壁，你定定拍，伊走起来面顶就对啦。你较毋免定定，我你提前你是要找足位置啊。我感觉讲林正英张老咧提供的即个思考是讲即个数字法真好用就对，真好用。特别是有迄个思考，即个思考佫会使加咧。加菜大机啊！我甲你调较大机啊，所以即个视窗会当创大细啊！你看即摆足大机有无？台湾 TO 诶。台湾吼，台湾吼。你定定拍拢会走去你上面顶，上面顶就免去选，你直接 space 伊就去啊。哦 ，OK， 我应该要设定好啊，你看。哦，对一个你叫你选哦。在第五。哦，你拍第五。第五吼，第五说哦，第五是安尼啦吼。OK， 哦。这我会玩，这我会玩翻就对了吼。哦，什么新版、台罗正式版，就是即个到多家拢有诶。龙珠回头100、2万几个人看哦，遮拢有。过来恁若要看客语新闻的，甲台语新闻的物件，拢差不多同款哦。即个客语的字无同款，有马改在台湾吼。小小来学白话字，妈妈老早，爸爸老早。台语嘅功夫，咱有书是翻译外，搁有字典，哦。这代志大书典，安尼，了后，我即要插即个，我要甲你的朋友分享，我分享链接，就走去我的迄个 Facebook 啊。搁一个中有一个台华对应线顶大书典，就是华语安怎讲，台语叫做啥？台语安怎讲？迄叫做啥？安尼就对。我有讲，已经连续有考过2年啊吼，但是进前2年咧考的时吼，拢是1份考卷尔，现在嘛是共款，1份考卷。你若来考的时吼，你着拢干那回答你，毋是干那一种考试应，每种考试拢有考几条种能力嘛吼，有听的，有讲的，有读的，有写的，拢爱考。迄个考卷内面有深的题目，有深的题目。你去考以后，根据你得到的分数来甲你讲你是第几级。但是即摆的语言能力考试拢已经分级啊，就是讲在考的时，就是讲1份题目，逐级拢有。即摆是讲你要来考的时，报名讲要你考初级，伊就干互你初级的题目。这是现代考试啦。这专门的啦吼。安尼咱拢考袂过就是啊啦。袂啦，袂讲考袂过吼。本来你咧考试之前，你就爱练习啦，你无练习，你考试考会过，无可能的啦。伊的名，天龙大学因为一个建中心，因叫做专民，这是专民啦吼。时间的关系哦，伊这有吼，调查伊啊，我来查下。伊前身是啥物话吼？叫专民台语认证啊，伊有国际吼，咱美国，咱若创好势了，要来办，会使来办吼。国际就是台语认证的，了伊这写因一寡迄个情形啦吼。伊即摆伊是中南部民进党执政的县市，大部分拢拢甲伊配合就对啦。安仁先生，陈伟武。曹志良先生，杨九枝小姐，张家君小姐，王桂琴小姐，
王桂珍小姐，张启典长老，赖英雄长老，伊个秘书足好哦，伊无学安尼，我讲咧，伊个笔是写甲遐好。哦，真的哦，无简单。尤富杰先生。吴淑媛小姐，麻烦你带领一下，甲迄个林英志先生，一个林英志长老诶。啊，甲郭建长老这道歉。我摕3张我摕3张。赖嘉贤先生。林丽敏小姐，伊甲甲退了，伊甲退了。吴杰小姐，你治疗了两位。等一下，主任等一下，好，谢谢。这位青年吼，伊足侪时间来吼，足保护伊。